Hello， 各位 Now News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振宇，很高兴又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。那当然，在疫情期间，首先要祝各位网友们跟 Now News 的好朋友们一切顺利平安。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，确实非常严峻。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想象到，就是最近大家关心最热门的话题，当然就只有疫情。然后跟疫情相关的，包括疫苗什么时候会到位，什么时候可以恢复从3级警戒降到2级警戒，然后什么时候可以让整个台湾不会再担心因为疫苗不足，然后担心这个案例扩散。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大家民众非常关心的。那可是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最近的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，他们在公布这个本土案例，或者说公布这个案例数的时候，包括它的足迹什么，其实他的花的时间都比过往少了很多。那可能一场记者会下来，花个5分钟介绍今天这个增加案例，然后目前这个病房的一些状况就没了。那跟以前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，包括有专家学者去讲说，现在目前台湾这些境外移入的状况会怎么样，或是现在针对疫情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，甚至说我们的疫苗什么时候会到位，或者说采购多少。那过去1年其实大家都因为疫情的很稳健，所以我们大家可能就是稍稍疏忽了。那可是我们可以发现说，其实现在这个正在这个疫情高峰的时候，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反而走回头路，他没有花很多时间在介绍疫情，甚至把很多疫情的部分说现在公布热区，它的也没有意义，所以呢就不公布了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各位好朋友们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花很多时间在怎么样，在讲所谓的假新闻、假讯息。他可能花了5分钟讲疫情，可能花了15分钟、20分钟在讲散布这个假消息的话会罚300万哦。当然，在疫情期间，我们确实不应该去散布这种不实的讯息。但最近也发生了一个绿营的侧翼的写手叫林伟峰，他在这个网络上先带风向，先在 PTT 上面写说就是反串挺大陆疫苗啊，挺中国大陆的声音，然后再讲说其实很多人在网络上放这个讯息，说这个疾管家很烂，这个卫福部的疾管家这个资讯很烂，然后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反串的方式去抹红，然后让大家去对于这种大陆疫苗，或是说所谓的中国大陆代理的疫苗来产生一些负面印象。那其实现在大家想想，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，何必要去这样做？我在想，其实他们花了很多时间，就是要去把这个民众的这个认知给颠覆。那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台湾民众都很聪明，然后网络资讯很发达，所以不见得会被这个影响。那回过头来，我们看这次疫情非常严重的这个双北地区，台北市长侯友宜，台北市长柯文哲他曾经是急诊室的医生，是医生头，所以他处理他这个讯息上面，包括疫苗的正确资讯，或者说征召这个所谓的防疫旅馆等等，其实他都从医学角度给我们很多建议。那新北市长侯友宜，他是警政署做过警政署长，是警察出身，所以他是一个警察头。他在处理疫情的时候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其实非常讲究效率。包括一开始他资讯的时候，就是公布的很到位，然后很快的希望呼吁中央能够升到2级甚至3级。然后很快的公布所谓的热区的足迹，甚至做这种防疫旅馆。那其实我们知道，做警察希望赶快破案，然后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达到一定的效果。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3个人陈时中、侯友宜跟柯文哲都是被各自党内高度认为是未来的政治明星，可是他们在处理疫情上面的态度却是迥然不同。我们看到一个警察头，他讲效率，然后医生头他讲究时效，从医学角度出发。那陈时中他代表是民进党政府，那我们这是在干嘛？是在做网军制图吗？还是说在花很多时间在颠覆台湾人民对于认知，就是疫苗或是说所谓的疫情上面的认知？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对的。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看到最近的疫情，能够好好反省。